磁铁啊，电线还是线圈啊，气包线啊，线圈，竟然接灯泡会亮哦，怎么这么神奇啊？摸一下，它会换影片，小画面呢。向下滑动一下，它就是。怎么这么神奇啊？这不是喇叭的那个有磁铁的部分，它竟然接上可能有加线圈吧？这样接灯泡会亮啊！这个灯泡是汽车那个灯泡啊。有这么神奇哦？为什么这个磁铁可以供电哦？向下抹一下，向下抹一下就是，向下抹一下，它就更新画面。你看，这不是喇叭的那个有磁铁的部分吗？这样接灯泡也会亮啊？怎么会这么奇怪啊？我没有想过呢。向下抹一下，你看，这样就会更新画面了。哎呦，怎么可以这样呢？不能做坏事啊！这是为了要解除自己的困难，帮人解除困难，不是要做坏事的哦。这个是要，通电用那个气包线圈做2组，然后有正负啊，正负相接，正对正负对负，那灯泡会亮，真神奇啊！就直接线圈而已，没有磁铁，怎么会灯泡会亮呢？通常都要有磁铁才会产生那个电流的。奇怪，这只有气包线，怎么有办法呢？可能是2个产生作用，像这个啦，简单的一个磁铁，一块磁铁。缠绕那个线圈，那个是气包线圈，然后2端用刀片把它刮掉那个漆，接上灯泡的正负端，正的就是那个螺纹那个，负的也可能负的，还有另外一端就是那个底部那个黑黑的那个，就这样灯泡也会亮哦。怎么会这么神奇啊？磁铁加气包线这样可以产生电流啊！抹一下，这样就是在更新画面，会产生新的影片小画面。这个啦，要看这个啦，要这么奇怪，这个不是音响喇叭呢？结果又有磁铁啊！你看，音响有那个正负端，它正负端变成接那个灯泡啊，或者是灯管的正负端，这样也会通电哦，真奇怪耶哈！那什么原理啊？抹一下，变更画面。哎呀，你看。这不是那个喇叭，它那个磁铁吗？喇叭你看那个也有正负端接电线，再接到灯泡。奇怪，灯泡会亮啊？怎么会有这种功能啊？
磁铁加线圈可以产生电的。你看这个磁铁加上这个气包线的线圈，也可以产生电呢。线圈的两端接灯泡的正负端。奇怪，这样灯泡会亮哦？怎么会这么神奇啊？再抹一下，变更画面。哎呀，奇怪，这个不就是气包线的线圈而已吗？有两头尾端嘛，头尾端接到这个灯泡的正负端，到底正负接错会不会怎么样？奇怪，也没有磁铁，怎么会有电呢？是要绕圆圈，还有这种功能呢。这个是汽车用的那个灯泡，有这么神奇吗？这样灯泡就会亮哦。线圈这么好用哦。气包线的线圈呢，两端要用刀片刮掉漆，这样才有通电的功能。那么键随着我们心智的功能而消除，就是呢，抹一下就是变更画面。神奇啊！你看磁铁啊，然后线圈啊，这气包线的线圈啊，然后那个是气包线缠绕在那个环状物上面，然后有头尾端嘛，头尾端用刀片把它刮掉那个漆，然后接上灯座的电线，红色是正电，黑色是负电，接好灯泡会亮哦，这么神奇哦。抹一下手机的画面，它会向下抹一下。这抹这么多次怎么都没有反应啊？抹太多次了吗？抹一下，你看在跑了，这个就是画面在变更。磁铁加线圈，这样灯泡会亮哦，这么神奇啊！哪里啊的？哪里啊的呢？难道那个录音带吗？这个传统的录音带啊。蓝牙的录音带，蓝牙的有办法听啊。那这个晶片太神奇了，有办法听这个录音带里面的东西啊。哎呀，有这么厉害啊！有这么神奇啊！录音带不是要透过录音机来播放吗？怎么有办法用蓝牙，对不对？这块晶片太厉害了，它接到哪里？蓝牙是无线的，有从手机打开操作的。它接到哪里？看得出来接到哪里吗？很神奇，很神奇。所以你按照这样子做，这样子修，你一定可以成就。那我们就是汲取这一些已经修正的那一些经验，来帮助我们免得摸索的时间抹一下。你看，这不是那个音响喇叭，那个有磁铁的部分吗？接灯泡可以加上线圈吗？还是正负端接灯泡就会亮啊？有这么神奇啊！你看像这个磁铁的，
上下2个啊，可能是相吸的部分放在一起，有的还用这种胶连起来，中间夹的那一层是线圈哦，线圈绕，线圈先在那个饮料罐上绕个20-30圈，然后再拿出来，然后头尾端用刀片刮漆刮干净，再接上灯泡的正负端，灯泡就会亮了。那么灯泡把它放在那个2个磁铁中间那个圆洞，就像这个画面了，就像有个灯座一样。那如果有艺术的，用那个竹子编的那个网盖上去，很有艺术啊！哎呀，还用磁铁就可以创造灯光啊！磁铁灯泡线圈，7包线那个线圈，你看磁铁的，磁铁接正负，这样也会亮哦。磁铁小片的，一个接正，一个接负，那2个磁铁要连接，奇怪，这样也会亮哦，这么厉害啊！哎呀，2颗磁铁相连接，相吸啊，相吸，然后一端接正电灯泡的正极，一端接灯泡的负极，可能底部黑那个才是正极，螺纹那个可能是负极，还没有确定，可能请教专家了。你看，哎呀，你看这个不是电风扇那个磁铁吗？电风扇那个马达的磁铁嘛，电风扇马达，电风扇的马达那个竟然也可以创造灯泡，也可以连接灯泡。这个不是脚踏车的链条吗？脚踏车的链条接这个要做什么？一定是不晓得要做什么的。那个第二次也就有一点3音了，就肯了，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坐在这边天上圣佛法，这是要转什么东西的吗？绝对不是说还有牛奶空罐来做那个炉子，烧纸的炉子你看，磁铁加上那个7包线圈呢，磁铁加7包线的线圈呢，它绝对不会停的，要经过很久累积我们讲过。磁铁呢加上7包线的线圈呢，奇怪，要这样就可以让灯泡亮起来，这么厉害啊！线圈有头尾端嘛，头尾端用刀片刮掉漆。接上灯泡的正负电，这个是汽车用那个灯泡，汽车小灯那个灯泡，这么神奇啊！手机摸一下，它那个画面就会变更。你看，哎呀，这个是磁铁2颗竖立起来，可以创造220伏特了哟，这么大这个不是光碟片吗？光碟片放在这里做什么？还是7包线圈连在上面，盖住保密你，不让技术让人家知道你。那连接正负7包线头尾端接上灯泡做的那个正负端，红正黑负，红色正电。黑色负电，灯泡会亮可以创造到达220伏特这么大哇！那这样转动那个马达，这样不就可以转动那个转动轮子了吗？呀，这么厉害这么有电哎呀，等一下，这个好像是光碟机那个小马达，
光碟机那个小马达，哎呀，还可以接上轮子诶，它这样，它这样神奇啊！莫比啊，那手机呢？这个是马达嘛？光碟机有这种小小的马达。啊，光碟机马达它有那个转动轴嘛，它中间那一只铁棒还是什么棒可以转动？你看，再接上那个轮子，接上那个履带还是什么皮带，还是好像橡皮筋呢？橡皮筋而已就产生这种功能啊！这个录音带放上去不是左边一个孔，右边一个孔吗？左边有突出一个转轴，右边突出一个转轴吗？录音机就是这样。